台湾呐。 生伫咧台湾吼，本来台语应该就是咱来讲的吼，即母语吼。啊，但是即摆较有一个感慨，就是讲，即个母语呢，煞好像就变成伫台湾伊另外一种，啊，咱袂输吼，迄个少数民族的一个，甲列入一个即款的语言吼，即甲咱就无啥真共，因为本来台语就是咱咧讲的，即摆变成着爱用心去甲推动吼，即感觉实在是真奇怪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如果若是无安尼推动，老实讲吼，即咱的母语台语呢，你看即摆下一代，哦，伫阮年纪今年60岁，即摆如果若是伫咧20、30岁，台语呢就讲了无好啊。 所以讲对这点的感慨呢，变成讲母语台语爱甲推动，爱甲推动。那么也变成伫咧哦，即摆你像温顺，哇，伊伫学校哦，也拢讲迄个华语。虽然是讲有上一节课的即个母语呢，但是变成好像就应付的定啦。因为我从事广播吼，也有40几年，拢是用。 台语伫咧播音嘛，老实讲，我比什么人更较重视即个台语哦，母语安尼吼。也所以讲，老实讲，这嘛是我从事广播的一个责任啦。哦，伫咧广播是一个社会教育的责任，但是呢，实实在在，这闽南语哦，就是讲母语的即个广播的主持人呢，应该比别人更加。 需要更加积极、更加用心啊来推动哦。希望讲会当亲像30、50年以前讲变成这是一个普通大家拢会晓的一个哦的话，唔通互伊变成以后都要用真专心来推动人才会晓讲。这徛在台湾是一个无正确的吼，也嘛是真悲哀的代志啊！这是我的感觉。第一次第一杯是台湾米。